前日比特幣咧就跌穿咗一條好重要嘅上升趨勢線啦。咁我自己嘅假設咧就係比特幣咧將會形成一個頭肩頂嘅。咁如果頭肩頂嘅形態未成立啦，又或者係未完成成個狀態嘅話咧，咁其實對於比特幣嚟講咧，上方係會仍然有一個相當大嘅阻力位㗎。咁但係咧，同時比特幣咧亦都喺頸線咧出現一個支撐喎。咁其實個頸線咧就係76,000蚊。嗱，呢個76,000蚊咧，我今日將會用好多唔同嘅指標咧，去解釋點解呢個頸線係會有一個咁強嘅買方力量㗎。首先第一個指標咧就係布林線，喺日線嘅布林線下軌咧，就係76,000蚊嘅位置所在啦。咁同時啦，睇翻相對強弱指數啦，其實比特幣已經係落到去一個超賣嘅位置。咁所以咧喺呢一個區域入邊咧，好容易會出現一個短期嘅反彈㗎。咁第二步就係佢嘅移動平均線啦。咁我其實喺上一集已經提及到啦。雖然比特幣係跌穿咗30天嘅移動平均線，咁但係我哋仲要觀察埋70天嘅移動平均線㗎。因為喺比特幣咧未有死亡交叉之前咧，70天移動平均線咧都可以當作支撐咁樣去使用㗎。好啦，第三樣嘢其實76,000蚊咧就係支撐阻力互換嘅位置。嗱，大家留意下比特幣嘅下跌行情咧，喺下跌嘅第5日嘅時候啦，咁啊大致上喺76,000蚊咧開始遇到個支撐。咁其實76,000蚊咧就係喺2026年3月17號呢個K 線入邊啦，當時係一個最高點嚟㗎。咁所以其實咧，當比特幣回落翻去76,000蚊啦，呢一度就出現有一個支撐阻力互換嘅測試。咁從而啦，我今日就用咗3個指標啦，就話俾大家知道76,000蚊咧就會有一個頸線或者有一個買方力量嘅存在。咁所以咧，今日嘅標題係講緊，如果比特幣咧繼續係情況樂觀嘅話咧，咁其實佢係有步驟嘅。咁首先咧，佢76,000蚊遇到支撐啦。咁然後第二步咧，佢需要去突破4小時嘅布林線中軌，因為4小時嘅布林線中軌咧，其實都係一個多空嘅分界點嚟嘅。嗱，睇翻當初啦，比特幣跌穿咗布林線中軌之後啦，係一直保持一個下跌嘅趨勢嘅。嗱，咁相反調翻轉啦，如果比特幣咧係成功突破布林線中軌嘅話咧，有機會會向上咧測試79,000蚊嘅阻力位。咁其實我哋睇翻過往啦，例如係呢一個區域啦，大家留意到佢突破咗中軌之後咧，都係保持一個好靚嘅上升趨勢線嘅。嗱，所以通常就算佢係跌穿咗呢個日線嘅長期上升趨勢線都好啦，咁其實咧市場咧都會有一個反彈嘅機會嘅。咁我哋咧都係用指標去説話。嗱，另外咧，我想提一提點解我會覺得79,500蚊會有一個阻力位咧？嗱，因為呢度咧其實係日線嘅布林線中軌嚟嘅。咁中軌都係代表緊啦20天嘅移動平均線。咁另外，如果睇翻上一集啦，大家都知咧，就係講緊79,500蚊咧，其實就係一個頭肩頂嘅右肩嚟嘅嚇，所以其實咧喺嗰個頭肩頂咧一日未完成之前咧，我哋都要去繼續去留意下79,500蚊。嗱，咁所以咧最基本我已經畫咗市場一個比較重要嘅支撐啦，同埋阻力俾大家睇。咁如果大家係想知道啦，我冬季炒幣嘅會員群組入邊咧會有啲咩最強嘅操作咧，可以喺度加入會員群組。咁比特幣暫時長期嘅方向就未出現嘅。如果長期要睇升咧，一定要有 ETF 市場嘅資金。咁但係目前咧，因為受到中東戰爭嘅局勢影響啦，咁啊，所以其實咧美股嘅表現咧唔算話太過樂觀嘅。咁喺突破咗個高位之後咧，出現一個都幾大幅度嘅回落。所以目前市場咧應該係需要一個時間嘅調整㗎。嗱，以太幣啦，就喺一個都係同比特幣一樣啦，都係走緊一個比較橫盤嘅走勢啦。咁佢嘅支撐咧，其實同比特幣一樣，都係出現一個止跌嘅跡象。咁大致上就喺2,070蚊附近。嗱，如果大家睇一睇啦，佢其實就喺2026年4月7號嗰個最低價嚟嘅。咁所以其實咧，我哋可以利用翻歷史俾我哋睇到嘅痕跡咧，去話俾我哋知道判斷究竟市場有可能會喺邊度遇到個支撐同埋阻力位嘅。嗱，其實咧我哋2,380蚊咧都係根據翻過往嘅啫，而且都只係2個月之前嘅事嚇，所以其實咧無論係1個月或者2個月都好啦，都會有一定嘅作用嘅。好啦，以太幣咧就係等緊比特幣咧去發號一個
C0啦，咁其實咧佢嘅超賣咧係會比起比特幣更加嚴重嘅。如果睇翻相對強嘅指數咧，已經係跌到落去17% 嘅區域，所以如果以太幣一反彈嘅話咧，應該係會相當之驚人嘅。咁至於會唔會喺度做多，咁大家密切留意下冬季炒幣嘅會員群組啦。好啦，咁今日嘅分析就去到呢度，我哋明天再會，拜拜。